曾經火到癲，全城搶住嘅珠海高新區北圍、華潤、格力、正方、雅居樂個個大牌紮堆，聲勢浩大。但係而家你係落去北圍行一圈，你會發覺成個片區靜到得人驚啊！一片死寂，由當年全城瘋搶樓市嘅領頭羊，變到而家集體回調，大量嘅封盤駕崩走晒。究竟北圍呢10年發生咗啲咩嘢？今日 Alex 唔吹唔黑，實事求是，一次性同各位香港大灣區買家拆解北圍由狂熱變冰封嘅真實內幕。第一點，而家真實現況冷清係真嘅冷清。而家嘅北圍商業基本全面癱瘓，寶龍城商場長期空置，人流稀疏；華潤商業空置率極高，根本冇人流。仲有科德世貿廣場，日日冷冷清清，幾乎冇人消費，商業起唔到，配套未落地，自然入住率上唔去，生活氛圍完全未成型啊！樓市更加尷尬，而家仲喺度賣緊嘅盤屈指可數啊！淨係得美的寶龍城12,000蚊，怡景名庭13,000蚊左右，苦苦支撐啊！以前賣到火爆嘅華潤，早年最高賣到18,000、19,000蚊，而家直接封盤停售唔賣。正方更加誇張，咬死23,000到27,000，一分都唔降，有價冇市，同封盤咧根本冇分別。格力、清能、天地源呢啲大盤統一嘅操作，先加價再封盤，暫停出貨，擺明就係而家市價太低，買一套蝕一套，乾脆唔玩住。第二，回望巔峰，曾經紅極一時，點解跌得咁慘啊？北圍嘅神話由2016年開始吹起，當年成個珠海全網大 V 一致唱好啊！北圍係珠海未來嘅核心，下一個前海，直通深圳。熱到推到最癲嘅時候咧，雅居樂直接抌57.97億天價搶地，樓面價直接衝到2.82萬每平方，穩坐當年嘅珠海樓王啊！2018年開售，開盤最高價一度爆到3.65萬一平方，當年所有人都覺得北圍一定爆，一定會破4，但係世事反轉，去到今日，當年嘅地王盤二手成交價最低唔使9,000蚊啊，由3.6萬跌到9,000蚊，呢個唔係腰斬，係直接斬落腳踭啊！堪稱珠海近年最慘烈嘅地王慘案。第三點，點解北圍嘅樓盤紛紛封盤崩盤？好多人唔明，我同大家講透2個核心原因。第一點就係當年攞地嘅成本太高啦，而家賣就等於蝕錢。喺21年樓市最狂熱嘅階段，各大嘅開發商高位搶地，成本拉到爆。而家市場回落，售價大劈，現價遠遠低於當年嘅地價，繼續賣一套蝕一套。開發商為咗避免持續大出血，唯一出路就係封盤停售，觀望等市道。咁第二點咧，就係成個珠海樓市量價齊跌，市道持續低迷。根據世聯26年最新嘅報告，珠海住宅成交價格雙雙下滑，網簽數據同比環比大幅回落，住宅用地直接零成交零出讓。與其低價割肉、血虧出貨，不如鎖盤 hold 住，等住市場回暖。呢個就係北圍大量嘅樓盤集體消失嘅真正原因。第四點，北圍點解跌得比其他嘅片區更加狠？呢個係好多香港買家最疑惑嘅問題。我講最真實嘅3點。第一，早年房價完全係炒概念、透支未來。北圍當初嘅高價根本唔係自住支撐嘅，90%靠一個概念滲住通道。2017年規劃曝光開始，呢個大橋概念被炒足10年。所有嘅銷售、所有嘅博主、所有嘅開發商賣樓必講滲住通道。買家亦都甘願落注賭未來，但事實就係10年嘅溢價早就提前透支晒，概念炒盡，兌現未到，泡沫自然就爆破啦。第二，產業人口完全跟唔上房價嘅節奏。北圍主打產城融合、科創高地，但現實非常之骨感。
成個珠海喺2025年常住人口先得251萬 ，GDP 先係4500億，對比深圳1800萬人3.6萬億嘅 GDP， 兩個城市嘅量級完全係冇得揮啊！當年北圍嘅房價竟然一度對標深圳邊緣嘅片區，產業未爆發，高薪人口未大規劃落地，根本冇真實嘅購買力支撐天價嘅樓價，虛高嘅價格遲早一定會跌穿。第三，投資客扎堆，拋壓超級巨大。北圍係珠海投資客最集中嘅片區，當年大量外地、港澳客買家高位殺入，清一色炒樓，短線搏升值。當市場一轉冷，成千上百套二手一齊放盤，供大於求，拋壓爆炸，成交價自然一路踩踏，越跌越冇底啊！第五點，而家1.2萬嘅單價算觸底未？老實同大家講句真話，由最高嘅3.1萬高點跌到而家1.2萬、1.3萬，泡沫咧已經擠到七七八八啦，跌幅非常之有限啊！再加上今年高新區大量嘅低空經濟、新能源、醫療器械龍頭企業落地，真產業、真人才持續導入，當年高位接貨嘅投資客，連埋利息、稅費、折舊，基本上全部都係重傷。跌到底褲都冇，實蝕走唔甩。而家嘅北圍下跌嘅空間有限，但短期咧唔會即時反彈，大概率會底部橫盤，慢慢消化庫存。第六點，北圍仲有春天，未來可唔可以翻身？長期嚟講，北圍嘅底咧依然喺度，始終係珠海高新區嘅核心，科創企業集聚，交通規劃齊全。未來能否回暖，只睇3樣嘢啊！第一，產業夠唔夠實 ？ABB 機械人產業加速器已經落地，關鍵係可唔可以持續變出高薪嘅崗位，常住人口有人流入，先有居住需求，樓價先穩得實啊！第二，交通夠唔夠快？珠海北站快線已經通車啦，真正嘅引爆王炸咧係深珠通道，廣州地鐵18號線嘅南延線。26年3月，國家發改委已經明確統籌研究深珠通道規劃，呢一個係近幾年最積極嘅官方信號。一旦落地，北圍即刻重新估值啊！第三，庫存夠唔夠清？而家大量嘅樓盤封盤，等於人為減少市面嘅供應量。等到低位庫存消化完畢，供需重新平衡，北圍先至會迎來真正嘅回暖週期。最終 Alex 做個總結，北圍今日嘅冷清咧就係早年過度炒作，提前透支10年嘅漲幅嘅代價。潮水退去，先至見到邊個喺度裸泳啊！但係換個角度講，而家12000、13000嘅單價已經跌出超高性價比。如果你係真自住、長持有、唔炒短線，而家精挑細選，確實係低位揀盤嘅黃金期，唔再係賭概念，而係執真實嘅窪地。如果你依家都睇緊珠海高新區北圍，怕踩坑，怕揀錯盤，唔知邊個值得買，邊個係雷，隨時後台揾我。我係 Alex，專做港澳買家珠海、中山真實嘅樓市分析，唔吹水，唔營銷，只講真話，幫你避坑揀筍盤，低位穩入場。咁今期節目就到呢度，我哋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